演出的日子，我总是在黄昏时分急急忙忙走进剧场的化妆间。那儿很吵很闹，但有时也会非常非常安静，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化妆间里的灯静静照着我。面对镜子，我开始描眉、画眼睛、勒头、缠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动作单调而又机械，但在无数次的重复中，我也会莫名地产生一种冲动。我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接受洗礼。正是这些单调机械的动作，净化着我的心灵。它们帮助我，使我从一个平凡的、世俗的、琐碎的人，渐渐演化为舞台上一个又一个被观众所喜爱的角色形象。毛维涛还有一个名字，叫小燕。佛晓的晓，艳阳天的艳。他妈妈说，小燕出生的时候，窗外正悬着一抹灿烂的朝霞。在有关童年的记忆中，小燕最难忘的是一次又一次到码头去送妈妈，看着妈妈走进船舱，还来不及说声再见呢，船就开走了。很快船变得越来越小，把妈妈带得很远很远。小燕想，妈妈走了，要是再也不回来了怎么办？于是她就一个人在码头上哭啊哭啊，好几次都哭得背过气去了。妈妈心疼女儿，再出差就瞒着她悄悄地走。可是小燕还是要到码头去送妈妈。她不哭了，把泪水含在眼睛里。妈妈的船在水上走，她就撒开小脚丫，在岸上拼命地跑啊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小时候，小燕最害怕失去妈妈，害怕失去生命中所有跟她相关的那份亲情，那份看不见、摸不着的依恋。现在毛维涛已是青年表演艺术家了，在舞台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做到了越剧小生的艺术形象。舞台上的毛维涛清俊飘逸，自信洒脱，和那个在码头上独自哭泣，在岸边不停奔跑的小女孩，似乎早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联系。我相信，对于毛维涛来说，不是女小生这个行当选择了他，而是他选择了女小生。他想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他想拥有更加丰厚的人生经历，于是他走上了舞台，在与各种不同的角色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创造的天地中，他发现自己渐渐变得充实了，渐渐变得强悍了。这种充实和强悍又在无形中帮助他摆脱童年记忆留下的恐惧，帮助他一点一滴地战胜了内心深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和软弱。这种改变，这种反差，这种自我摆脱、自我战胜的过程，就像一本装帧朴素的书，翻开它，用心去读读，会发现那里一片精彩神奇。
最古落里行花城，请保良民来穿过。九里上月年日长，但只见一如上月多谋人，夜宽生家十数文，那一边坐里茅山为得。莫非就是杨家门，陪我上前把门推。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关紧？耳听那边无声响，不见娘子王妃心。我望万语自常在，我歌唱兄妹快分明。哎呀，长看高来快不见。哦，有了！天亏上头就看得清。香在草上把铺抹浇雨分两旁，三枝清香炉中茶，荤素菜肴桌上放。第外把香红灯贴当腰，第二我有见鱼儿破壁香，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第四我把菜香干炒千张，第五我酱烧葡萄牛有牛蒡，第六我酱油花椒在花上，大半夜我酒一杯，桌上花枝有一双，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做3周年，关下的娘子心里藏。
可讲他。姑娘，请可讲他。姑娘，请可讲他。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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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姑娘，姑娘。这里是南京城外周家庄，只为我兄长关靠无音信，奉少命当平金宝上见押房。满地说疯狂，宽足与夫人经过相救你，不过得男女之间有他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事，就你来与他作伴也无妨。姑娘啊，因我老难对我讲，不要悲伤来望望。姑娘一定生活人，你只怪披上我嫂嫂就一场。年关紧安归安，
忠良，老爷下朕为民儿，情欲不曾受凄凉，小婢乞讨红儿郎，茅草换风生气长，昏迷少恩公君，自他一命父王爷。姑娘，我晚师傅他到嫂嫂房中去歇一会儿。与古老的昆剧、京剧相比，粤剧当然是非常年轻的剧种，年轻的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它就像一个水灵灵、活泼泼的村姑，赤着脚，眨巴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坦坦荡荡的从一个名叫盛县的浙江小山村，轻盈欢悦地迈向神圣的艺术殿堂。迈向圣殿的村姑，始终保持着自己清新亮丽、纯情素朴的特质。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史中，粤剧曾经拥有家喻户晓的《红楼梦》，大胆创新的《祥林嫂》，根据同名粤剧改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倾倒成千上万的听众，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大批优秀的粤剧剧目曾经使一代人心驰神往，梦牵魂萦。一曲访妻，一折凤汤，我们的目光又不无惊喜地触及到一片绽开的小百花。春华秋实，光阴10载，是什么滋润着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地呢？是生活的阳光，是艺术的甘露，是前辈的厚爱，是同人的执着。那次我和毛维涛一起去拜访他的老师，出门时毛维涛对我说，你回头看，老师一定站在老地方送我呢。记得那天已是傍晚时分了，天上还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果然，年岁已高的老师站在老地方一动不动地远送着自己的学生。在回头的一刹那，我的耳旁仿佛轰然响起一首生命交响曲。在老师与毛维涛无言的对视中，我仿佛看到一种艺术经历的绵延，看到一种艺术人生的轮回。是啊，老师们的眼角早已布满了皱纹，老师们的心里埋着坎坷，埋着沧桑。但老师们传递给学生的，却是艺术家永远不变的纯真。正是有了这种传递，粤剧才能够迅速的发展。正是有了这种传递，粤剧才能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传递，粤剧才能拥有这么多热情的观众。这会儿，毛维涛正在后台紧张地抢妆呢。他让我告诉所有在座的朋友，他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戏演得好些，再好些。
若是去写卷一颗下堂去，莫恨他用成冤儿不成伤，从来是平居闹市不成忙，小恩中必有凶中放火场，生生是门外泡影，是路是恋。我这个若是就是关花人儿啊，哇人儿！往外的世界早已是一片秋风瑟瑟，落叶茫茫。你又何必相知万算，孤自生连敷衍关上？不是一碰万算，两水空空，从此死在，从此死台。
我就错，情有红了。我小小一个落日居士，我比你4次卷脸，4次卷脸。外海几地发生，落魄地当悠红方。我冷眼看你，爱心待你，可别到你彼此话你，你又能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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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先生，谁叫我？是我啊！你是谁？唐先生，你到底是谁？我谁是你一笔一画描出来的那个画人儿？想想看，你心里是不是藏着一个清清白白、快快乐乐的画人儿啊？哎呀，原来你竟是我的娃人儿，唐先生。夜来人静山多海里，有个娃人儿背着对应七波妙哉，七波妙哉。娃人儿来，唐先生素性宽大，今日为何垂眉不转，举措不安啊？当因苦上抱怨，终身抱穷，七十抛弃，情有冷落。天公给我自在，万物赠我自夸。在这冷冷清清、问问我的世界上，我还能做什么呢？哎，娃做事平风过云，冤不能行，气不能消。生不做此死娃男人，听风是冤，观云是尘。不对，风是我，云是我，死是我，这娃也是我。我与何故？你不该是此回我。回你？是啊，先生，你气皮多着这团债据不是话讲，把我矢志不全地空挂在一旁，早已把我放弃了吧？忘记了你？放弃我倒也罢了。华生儿，本来这是一片风云，一幅死亡，只怕四次下去，天长日久，你为自己放了你自己。放了我自己？不，我不会忘记我自己，我更不会忘记你。娃人儿，你快下来，你快下来呀！你不问我，叫我怎么下来陪伴你呀？我的笔呢？唐先生，你的笔在哪边？唐先生，你的笔芯
好，好，来了，来了。为名为利，就像这为人为事，少少淡淡，孤也云雨。以后的讲事情，也知道那些小人将你领了，此一条。终日留下感情，也难免牵过你。天生傲骨天生，心境天生，你谁是你？你才是狂浪风雷的一代瓦斯，小小一顶乌纱帽，区区一张苦人哦，到头来不过是我当阴瓦上一笔淡淡的马迹而已。一笔淡淡的马迹而已。自然洒洒小灰情，体无关的心无词，八年长夜思千卷，四海自生彼此，烟水古梦应万里，落得孤在仙山川，狂作死。不是过大，不知的，桃花庵里酒中歇，起来别写千山脉，不是圣洁草叶前。千年
你们信不信？在毛飞涛心里，一定藏着好几间格局不同的小房子。他可以随意走到这一间去瞧瞧，也可以随意走到那间去看看。开始呢，他是这些小房子的客人，进去了总有几分拘谨。慢慢的，他熟悉了，放松了，变得自由自在了，最后反客为主，成了这些小房子的主人。其实啊，这些小房子就是他创造的不同角色的心灵空间。他刚刚从焦仲卿的天地里出来，一会儿又要走进张生的境界了，怎么来来去去的，好像很轻松啊？其实，在他创造的这么多角色的过程中，是充满艰辛的。记得《西厢记》开牌时，很长一段时间，毛维涛怎么也找不到张生这个人物的心理节奏和形体特征。他苦恼极了，吃不下，睡不着，急得他一个人，甚至很可笑的在家里拿大鼎。有一天排练因为停电只好中断了，他垂头丧气的往地上一坐，脑袋耷拉着，双臂松垂着。谁知这漫不经意的懈怠行为，却突然使他觉得自己同角色有了某种沟通。他想，张生在崔夫人赖婚之后，完全可能就这么颓唐的往石阶上一坐。相同的做事，竟然在刹那间抹去了他与古人之间遥远的距离，寻找到了一个女性与男性形体心理反差最小的和谐点。他知道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感觉产生了，灵感在升腾，想象在飞翔。在那黑洞洞的排练场里，他的心灵迸发出一片光芒。就在他的脚尖将要越过这艰难的鸿沟的一刻，那种亢奋，那种欣慰，绝不亚于科学家看见自己制造的宇宙飞船一下子升入了太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灵性的飞跃，任何一个演员都不可能真正赢得观众的，观众也不可能在演员创造的艺术形象中寻找到自己需要的情感汇合点。张先生，张先生。来了，快快请坐。哎呀，张先生，哎呦，红娘子，事情怎么样了？还问你不及死了。不及死了，小姐她恼了。小生的剑条是一道为情的负责，竟是小娘子你不肯用心哦！啊，是我不肯用心。哎呀，上有青天，下有地，你这个剑条儿啊，写得好哇！此怪先生名怪。相为少见面难，一寸是
哎呀，好了好了，你也不必我管讨费的，怕老夫人要还我要委屈了。红娘子，只有你是我的亲天使啊！你这也走我这病啊！哎呀，我又不是太医，我管不了。红娘子，话都转世也没有用了，只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呐！哎呀，神仙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了。这是小姐借你的围巾，你拿去宽吧。小的闹我都是假的，他要我今夜在花园相会你。我却不信。书记为证，书记为证。哎呀，这书签上写的什么呀？来，太岳西厢写。迎风不风，咱家花影多，你是有生来。哎呀，什么意思嘛？快解给我听听。no， 在与西厢下，小弟让我远航流去，迎风无风开。那西厢的旧门儿开上灯笼，噶将花影头，你是女人来嘛？啊，就是小生我来也。真是这样解。小生乃才私密的行家，难道我会猜错吗？呀，好顾小姐，难道你连我红娘都忘过了？我看你今晚啊，伺候满。红娘子，今晚
那就门儿就拜托你了。你们的事啊，我管不了，也不管了。不管了。哦，不管了。老夫人啊，老夫人，你管了相夫之门，哎，小姐嘛替我开上酒门呢。但愿细想想，迎风无波。红子，你快些落下，娘月孩儿嘛，早些生气吧，早些生气吧。在座的朋友大概都是在剧场里感受越剧的吧，而我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越剧，是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临时租用的一个排练场里。那是个大热天，那里没有空调电扇。当时毛维涛正在排练的就是下面将要演出的胭脂寻思的片段。我面向他走去，坐在一旁，他一点没有理会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神情完全沉浸在角色中。他穿着高高的厚底靴，衣服上满是渗出的汗渍。一下子，我被这艰辛感动了，更被这种投入的神情震动了。我惊讶，这样一个文静瘦弱的女演员，竟能扮演如此有阳刚之气的男性角色。我钦佩她的潜在的艺术素质和一种改变自身的能力。后来我们在一块聊天，他对我说，在生活中他喜欢交结真性情的朋友，在艺术中他渴望塑造真性情的角色。他还说，即使在扮演特别有力度的男性形象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女性。他想从自己特殊的角度去理解舞台上的男性，他想把自己心目中感受到最完美的男性形象非常诗化地表现出来。以现代女性表现古代男性的种种情怀，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很神秘的话题。毛维涛和我们一样，都无法改变自己原有的性别，但是他却可以在艺术创造中，我们也可以在艺术欣赏中超越这种性别。这种超越大概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审美体现吧。来，上灯来。
下浮沉，一粒你真。快马送来营部批文一件。营部批文。胭脂一案血从琥珀，胭脂发放为将王曾来监禁3年，凶手所结接着本府发上此决。夫妇无奈内明只因短杀看家将追问正道，天后生前来呀！才待所见，待所见。去披簪，想那年金榜高宗。
我用手指指不情云，并言道自度之上多风险，凡事尚需深思也。此言我深深明非夫，生死受之观天。提出你点空有伤，那人差至今尚未查分明。倘若此案真有错，我怎能为的所事披张你？我啥事推翻原判有终身，难免世上小马生，一部批文非儿戏，此儿反而还不生命。才非情，我上是你的脾气偏颇硬，怕不怕神头落地，我最难受处之人。到那时公正廉明，岂是将生死受之？是偏生。平生长子曾虚话，我与那张梦成了同类神。难伤我两班亚有建议时候，请他人升堂批斩。什么？请他人升堂批斩。说进王城来，后让问我。传说进王城来。
所见，放在卢谷门外迎候口测王爷。死在一定，讲讲红方。我且问你，大人英雄之事，你从后而进，从后而撤。那是公堂之上，他人不问不清楚。今日半夜三更，怎么心血来潮，有问题，这不来了？讲，时常是回门而进，回门而撤，一派无言。天王大人，那么你要我从何而进，从何而撤呢？本命从天元跳江而进，跳江而撤。广东因后发笑，我把大人好有一比。比什么？也只小小众，听袖有玲珑，腹内切切空，不空他本。大人休要暴跳如雷，你去想想，燕子家中无人曲弓，清清楚楚，所门所路。为啥要进去英雄？难道不是会员咱们哀将，把人去挑那谁人高墙不成？此次看来，他人实是不同，真是好笑啊，好笑！哈哈哈哈！待了下去。许爷当夜便生活在我家门口，转眼不见。明无与所见，星夜一夜，两人不曾离开。杀生之事，实非所见所为，他人深冤王特兰，我却问你，你有几个姐夫？大人，明无与表兄所见，本是青梅竹马，实在别无他人。我却不信。大人不信，可到监房查问。身上余生3两词条，许于我，明无也从未答应。是在3两词条许于你，是毛大。毛大，我再问你。4月初一那天晚上，毛大夫人到过你家。你我想起来了，4月初一那天晚上，毛大时常来过。他来做什？他拿着一枚银叉接来挑衅于我，被我推出门外。毛大出门进差，我便将门关上。你可记得是怎样一枚银叉？记得是一枚相看不腻的红头银叉。你看可是这样的？哎，真是这样一枚。那夜，何事为作？毛大出门不去，所见便来敲门。我知道修业定好，是铁真有才子银叉揭开，愿一场。我所曾闻报应不服乱在国难从来偏将不杀。我有很多很多的帽子，戏庄里的帽子属于我的各种各样的剧中人，戏庄外的帽子属于我的各种各样的心情。
最喜欢在帽檐底下把眼睛眯缝起来，望着很远很远的天际。也喜欢在帽檐底下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窗外一幅幅流动的风景。还喜欢在帽檐底下把眼睛闭起来，听别人演唱似说细语的歌曲。有一首名叫《断章》的诗，真是很妙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晚上，你们坐在剧场里看我戴上帽子演戏；白天，我走在人行道上，戴着帽子看你们由着性子过日子。我创造的角色是不是你们喜欢看的风景？你们在看我这道风景的时候，别人是不是也在看你们？我所钟爱的越剧，在你的记忆中，像不像一轮清丽的明月？这轮明月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窗子？你去装饰别人的梦，会不会捎带上越剧，捎带上我？我有很多很多的帽子，它们点缀着我台上台下截然不同的生活。扛起抬起，扛起抬起，扛起抬起，抬起抬。
毛维涛曾经对我说过，
他常常会被舞台上各种光圈所感动，被光圈包裹着，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安全感。在灯光中，他感到自由，感到温暖。每当从台后走到台前，每当融入这无言的光圈之中，他便会忘去一切世俗的烦恼。灯光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灯光把他的想象引向无限无限，灯光帮助他塑造不同的角色形象，灯光使他切切实实触摸到了角色的灵魂。对于痴迷舞台的演员来说，灯光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符号。沈园，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地名，那儿却尘封着一段跨世纪的恋情。大词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曾经使多少现代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所有舞台上这一幕幕被千人传颂、万人眷恋的永恒绝唱，就是在一束束光圈中缓缓呈现出来的。光源在不断的扩大，时空在飞快的斗转。有时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真棒。啊。
今世心不稳，为什么今天难不乱精神？为什么寒风吹着心中美？塞门还是有人生离死别空悲哀，深怨天妒负心人，看满地落絮转移终伤相公，你要不要买行话呀？三公子，哦，吕三娘，三公子是你回来了啊！你还在买行话？是啊，一送花礼我，从前我常为三公子送花礼。难忘啊！小吕爷爷听成语，分享明早买行话。对对对，我在小屋里常听少夫人念你的诗。三公子，我醉了。我回来。三公子，有啥吩咐啊？是你该接我回应。回应？什么回应啊？不要装糊涂。3年前托你送进士，为何从此杀人他？那副情书我去小屋交给少夫人，不料她弟弟看了神，这是一封绝交书。三娘啊，三娘，我怎会投诉姐姐呀？是啊是啊，三公子，少夫人与赵大官人如愿来了，你自己去问问表妹啊，我醉了啊。三娘，三娘，
大官人，好久不见，今日因为是人言来之有余，今日与夫妇一拜。请去一起饮酒之后，请别。公子，请用王的来去，拿回去。三公子，这是小弟命我送来，你去好吧？难道要我不喝他的喜酒？三公子，三公子，你不要辜负小弟一片心呐！好个一片心，一片变了的心。三公子，那么你的心呢？我经史上写得明明白白，既生是虐，既心是虐。因为虐谁不会话的，从原有上太我3年。不对，说明是从原有上太我8年。我明明要他待我3年，少他要8年。小伙，快把雷三娘找来！哎，不要走！三公子，我说实话，这封情书是你母亲拿去，亲笔给了一个错字。我想，你这个才子怎么也会写错事啊？不要杀你，三公子，你不要杀三公子。
一
专场演出就要结束了，但我的心却会久久的牵挂着舞台。我知道，在我成功的背后，有无数双真诚的手紧紧相托着我，有无数双热情的眼睛静静凝视着我。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我还能说些什么，我只想走下台去，轻轻握一握朋友们的手，静静望一望朋友们的眼睛。我渴望用自己的目光继续探寻祖先留下的脚印，我渴望用自己的心灵继续聆听祖先传递的呼吸。我感谢越剧这门年轻的艺术，以它多姿的风采赋予我生命的动力。每当我走上舞台，融入光圈时，我便看到我们的祖先在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时，那模糊而又坚实的背影。我想追逐它，用我幼稚的脚步；我想祭奠它，用我一生的追求。演出的日子，我总是在黄昏时分急急忙忙走进剧场的化妆间，那儿很吵很闹，
但有时也会非常非常安静，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化妆间里的灯静静照着我。面对镜子，我开始描眉、画眼睛、勒头、缠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动作单调而又机械，但在无数次的重复中，我也会莫名地产生一种冲动。我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接受洗礼。正是这些单调机械的动作，净化着我的心灵。它们帮助我，使我从一个平凡的、世俗的、琐碎的人，渐渐演化为舞台上一个又一个被观众所喜爱的角色形象。毛维涛还有一个名字，叫小燕。佛晓的晓，艳阳天的艳。他妈妈说，小燕出生的时候，窗外正悬着一抹灿烂的朝霞。在有关童年的记忆中，小燕最难忘的是一次又一次到码头去送妈妈，看着妈妈走进船舱，还来不及说声再见呢，船就开走了。很快船变得越来越小，把妈妈带得很远很远。小燕想，妈妈走了，要是再也不回来了怎么办？于是她就一个人在码头上哭啊哭啊，好几次都哭得背过气去了。妈妈心疼女儿，再出差就瞒着她悄悄地走。可是小燕还是要到码头去送妈妈。她不哭了，把泪水含在眼睛里。妈妈的船在水上走，她就撒开小脚丫，在岸上拼命地跑啊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小时候，小燕最害怕失去妈妈，害怕失去生命中所有跟她相关的那份亲情，那份看不见、摸不着的依恋。现在，毛维涛已是青年表演艺术家了，在舞台上，他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的做到了越剧小生的艺术形象。舞台上的毛维涛清俊飘逸，自信洒脱，和那个在码头上独自哭泣，在岸边不停奔跑的小女孩，似乎早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联系。我相信，对于毛维涛来说，不是女小生这个行当选择了他，而是他选择了女小生。他想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他想拥有更加丰厚的人生经历，于是他走上了舞台，在与各种不同的角色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创造的天地中，他发现自己渐渐变得充实了，渐渐变得强悍了。这种充实和强悍又在无形中帮助他摆脱童年记忆留下的恐惧，帮助他一点一滴地战胜了内心深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和软弱。这种改变，这种反差，这种自我摆脱、自我战胜的过程，就像一本装帧朴素的书，翻开它，用心去读读，会发现那里一片精彩神奇。
天把人门关紧，耳听那边无声响，不见娘子王妃心。我望万语自常在，我家常兄妹快分明。哎呀，长看高来快不见。哦，有了！天亏上头就看得清。香在草上把铺毛教育分两旁，三枝清香炉中茶，荤素菜肴桌上放。地外把香红灯贴当鸟，第二我又见鱼儿扑鼻香，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第四我把菜香干炒千张，第五我酱烧葡萄牛有牛弄，第六我酱油花椒在花上。酒一杯，桌上花枝有一双，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做3周年，关家的娘子心意长。妇女大醉得迎新，九里上远方来临，银谷山里桃花路，最古老里花城，七宝两银来穿过，九里上远年年人。
讲他。姑娘，请喝讲他。姑娘，请喝讲他。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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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姑娘，姑娘。这里是南京城外周家庄，只为我兄长官靠无音信，奉少明当庭金宝上见押房。满地说疯狂，看足与夫人经过相救你，不得男女之间有他这草房是傻傻一生事，就你来与他作伴也无妨。姑娘啊，因何老难对我讲，不要悲伤来望姑娘一定生活人，你只怪披上我稍稍就一场。年关机安归房，
为民恩，情与不曾受凄凉，小婢去讨红儿郎，茅草换红生气长，昏迷草恩公君，自他一命父王爷。姑娘，我晚师傅他到嫂嫂王州去歇一晚。与古老信不信？在毛飞涛心里，一定藏着好几间格局不同的小房子。他可以随意走到这一间去瞧瞧，也可以随意走到那间去看看。开始呢，他是这些小房子的客人，进去了总有几分拘谨。慢慢的，他熟悉了，放松了，变得自由自在了，最后反客为主，成了这些小房子的主人。其实啊，这些小房子就是他创造的不同角色的心灵空间。他刚刚从焦仲卿的天地里出来，一会儿又要走进张生的境界了，怎么来来去去的，好像很轻松啊？其实，在他创造的这么多角色的过程中，是充满艰辛的。记得《西厢记》开牌时，很长一段时间，毛飞涛怎么也找不到张生这个人物的心理节奏和形体特征。他苦恼极了，吃不下，睡不着，急得他一个人，甚至很可笑的在家里拿大鼎。有一天排练因为停电只好中断了，他垂头丧气的往地上一坐，脑袋耷拉着，双臂松垂着。谁知这漫不经意的懈怠行为，却突然使他觉得自己同角色有了某种沟通。他想，张生在崔夫人赖婚之后，完全可能就这么颓唐的往石阶上一坐。相同的做事，竟然在刹那间抹去了他与古人之间遥远的距离，寻找到了一个女性与男性形体心理反差最小的和谐点。他知道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感觉产生了，灵感在升腾，想象在飞翔。在那黑洞洞的排练场里，他的心灵迸发出一片光芒。就在他的脚尖将要越过这艰难的鸿沟的一刻，那种亢奋，那种欣慰，绝不亚于科学家看见自己制造的宇宙飞船一下子升入了太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灵性的飞跃，任何一个演员都不可能真正赢得观众的，观众也不可能在演员创造的艺术形象中
寻找到自己需要的情感汇合点。张先生，张先生。来了，快快请坐。哎呀，张先生，哎呦，红娘子，事情怎么样了？还问你不及死了。不及死了，小弟他恼了。小生的肩条是一道为情的负责，竟是小娘子你不肯用心哦！啊，是我不肯用心。哎呀，上有青天，下有地，你这个肩条儿啊，写得好哇！只怪先生命怪。哎呀，好了好了，你也不必我管讨费的，怕老夫人要还我，我要委屈了。红娘子，只有你是我的亲天使啊！你这一走，我这病啊！哎呀，我又不是太医，我管不了。红娘子，话都转世也没有用了，只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呐！哎呀，神仙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了。这是小姐借你的围巾，你拿去宽吧。红娘
小弟闹我都是假的，还要我今夜在花园相为你。我强不信。哎，书记为证，书记为证。哎呀，这书签上写的什么呀？我来，太岳西小姐，迎风不风，咱将花影动，你是鸟城来。哎呀，什么意思嘛？快讲与我听听。no， 太岳西小姐，要得让我远上丢去，迎风无分开，那西厢的脚门儿开上等我。各将花影头，你是鸟人来嘛？啊，就是小生我来也。真是这样讲啊，哎，小生乃才私密的行家，难道我会猜错吗？好顾小姐，难道你连我红娘都忘过了？我看你今晚啊，伺候瞒我。红娘子，今晚那叫门儿就拜托你了。你们的事啊，我管不了，也不管了。不管了。好的昆剧、京剧相比，越剧当然是非常年轻的剧种，年轻的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它就像一个水灵灵、活泼泼的村姑，试着脚，眨巴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坦坦荡荡的从一个名叫盛县的浙江小山村，轻盈欢悦地迈向神圣的艺术殿堂。迈向圣殿的村姑，始终保持着自己清新亮丽、纯情素朴的特质。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史中，越剧曾经拥有家喻户晓的《红楼梦》，大胆创新的《祥林嫂》，根据同名越剧改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倾倒成千上万的听众，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大批优秀的越剧剧目曾经使一代人心驰神往，梦牵魂萦。一曲访妻，一折凤汤，我们的目光又不无惊喜地触及到一片绽开的小百花。春华秋实，光阴10载，是什么滋润着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地呢？是生活的阳光，是艺术的甘露，是前辈的厚爱，是同仁的执着。那次我和毛维涛一起去拜访他的老师，出门时毛维涛对我说，你回头看，老师一定站在老地方送我呢。记得那天已是傍晚时分了，天上还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果然，年岁已高的老师站在老地方一动不动地远送着自己的学生。在回头的一刹那，我的耳旁仿佛轰然响起一首生命交响曲。在老师与毛维涛无言的对视中，我仿佛看到一种艺术经历的绵延，看到一种艺术人生的轮回。是啊，老师们的眼角早已布满了皱纹，老师们的心里埋着坎坷，
来的沧桑，但老师们传递给学生的，却是艺术家永远不变的纯真。正是有了这种传递，越剧才能够迅速的发展；正是有了这种传递，越剧才能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传递，越剧才能拥有这么多热情的观众。这会儿，毛维涛正在后台紧张的抢妆呢。他让我告诉所有在座的朋友，他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戏演得好些，再好些。一弯冷月照寒苍，秋风瑟瑟落叶黄。越剧悲剧要寓意，君心浮空意茫茫。却若今世功名再无望，若是去携卷一颗下堂去，莫恨他永成冤儿不曾伤，从来是凭据闹事不曾忘，笑恩中必有雄中繁华长，生生是梦外泡影，是路是恋，莫责过若是举世关怀莫与我了
手的，后世家人从过上，请把事情将细看，大都在我所眼里。华人儿啊，华人儿，往外的世界早已是一片秋风瑟瑟，落叶茫茫。你又何必相知万算，故日生莲敷衍观赏？不是一口万算，两手空空，从此死在，从此死在。情有后来，我小小一个落日居士，我比你四次眷恋，四次眷恋。外海基地不顺，落魄地当悠悠后方。我冷眼看你，爱心待你，可比到你彼此话你，你又能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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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先生。叫我是我啊！你是谁？唐先生，你到底是谁？我谁是你一笔一画描出来的那个画人儿？想想看，你心里是不是藏着一个清清白白、快快乐乐的画人儿啊？哎呀，原来你竟是我的娃人儿，唐先生。夜来人静，山多河里，有个娃人儿背着背影，岂不妙哉？岂不妙哉？娃人儿，来！唐先生素性宽大。今日为何才美不作，绝草不安啊？当因苦难无缘，终身抱穷，七十抛弃，情有冷落。天公给我资财，万物赠我之花，在这冷冷清清、问问我的世界上，我还能做什么呢？哎，娃做事平风过云，冤不能行，气不能消，生不做此死娃男人。听风是冤，问云是尘。不对，风是我，云是我，死是我，这娃也是我。我与何故？你不该是此毁我？毁
岂必多人这团这句不是我的，把我矢志不全地空挂在一旁，早已把我放弃了吧？忘记了呢？放弃我倒也罢了，我生儿本来只是一片风云，一副死亡，只怕如此下去，天长社稷，你为自己放了你自己。忘了我自己？不，我不会忘记我自己，我更不会忘记你。华人儿，你快下来，你快下来呀！你不问我，叫我怎么下来陪伴你呀？我的病，唐先生，你的病在哪边？唐先生，你的鼻息在这里。好。哎呀，你困，只是把我的头发都断直了。好，来了。为名为利，就像这为人为事，少淡孤也云矣。以后的将自己与世上那些小人相提并论，此一条，总是留下感情，也难免牵过你。天生貌不天生，心境天生，你谁是你？你才是狂浪风雷的一代瓦斯。小一定无啥嘛，区也当哭人哦。到头来不过是我当阴瓦上一笔淡的马迹而已。一笔淡的马迹而已。自然洒洒小回去，体无关的心无词，八年长夜思千卷，四海自生彼此，烟水古梦应万里，落得孤在仙山川，狂作诗。过上不知的桃花庵里酒中歇，起来别写千山脉，不是圣洁草泥前。千年
做